人员相当整齐呀。了得。这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阿拉今朝家早上来呢，是因为阿拉晓得我娘家人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伊没讲清爽，不是伊拉娘家人，伊拉丈母娘屋里向派人来了。那么龚老师啊，侬干嘛不是跟越剧息息相关呢？我从小和越剧啦是有缘分的。我刚刚清爽啥个意思？阿拉娘从小来我杭州就是学越剧的。奶奶呀，原来懂得了。越剧喽，所以我现在学了囡了，也同样这个曲调。侬来混啥么子啦？我不是来混啊，因为阿拉老婆是宁波人，是吧？宁波人、浙江人来得欢喜就是越剧。对。虽然呢我唱不来，听来得欢喜。那就被套牢了。套牢了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还是让我们有请上今天的嘉宾登场。来，欢迎他们。哎呀，相公啊！很记得当年金盘出家梦，当年你把配为大了用，相公为个去从军，出来身为少子梦，在20年来当堂许，来了下子海马转弓，相公你立功勋可足灯笼，谢谢我讨功名气不用。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著名越剧演员上海越剧一团团长方雅芬。谢谢大老师的到来。啊，龚老师，刚才您唱的这一段应该是夸夫吧？那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唱这一段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？今年是我们越剧诞辰110周年，也是我们越剧进上海100周年。我们一团呢是以男女合演为特色的一个团队。所以说呢，我作为团长，也作为一名越剧女演员，我不仅在要夸我们女演员的同时，更要夸奖一下我们团的一帮男子汉大丈夫们。明白了吗？毛哥本来以为你夸他呢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啊，越剧是发源于浙江的嵊州，发祥于上海，繁荣于全国，流传于世界。我们也请这个方老师啊，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上海越剧院一团，好不好？给我们讲一讲。这样，那我们现在请上我们现在一团男演员的领头人许杰老师。哪能讲老忙了？哪能讲老忙了？开心。在了中国越剧界呢，目前情况只有2个团是有的男演员，一个就是阿拉上海越剧院的一团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浙江越剧院，还有一个男子。所以讲，阿拉现在的男演员，阿拉统称是叫熊猫、男宝贝。对。倒确实的，越剧的男女演员呢，我认为是相当成熟的。那么当初呢，在50年代的初呢，因为周总理呢，为了就是能够体现阿拉当代一些生活的一些问题呢，所以讲也主张呢成立了男女合演团。那么所以讲在50年代初呢，上海戏剧呢就成立了一个越剧的男女演员的班。那么其中呢，像阿拉比较了解，像史基华老师啊、张国老师啊、刘菊老师啊，伊拉侪是搿一班出来的。那么作为阿拉搿一班呢，实际上应该严格高头讲呢，应该是第3班。那么实际上现在阿拉现在团里向有相当多的第4代、第5代也有了。那么最近呢，我辣戏校呢，阿拉辣上课教阿拉本科班的男演员。所以呢，我们男女合演的一团起到了一个拾遗补缺的作用。咱们说的这么热闹，何不现在就把一团的男演员请上台来？好啊，我们有请。许觉老师为了越剧事业送子别妻，独自一人在上海坚守戏曲舞台。如今，当年轻的一代的男演员也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舞台时，他们的心声或许就如同这歌声一样。我为什么还在等待？我不知道为何人这样
相知情，明知辉煌过后是黯淡，还期待着把一切从头其中一部分，我从这边开始介绍，这是我们团优秀的青年男演员裘荣，欢迎我们的老生演员顾爱军，许金老师旁边呢也是我们的著名的陆派小生徐彪西，还有那位是我们粤剧票友金仁荣老师，对，这是今天既然来了，是不是就来个男女 PK 呢？男女 PK 现场比试怎么样？好啊。可是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。今天对我们女孩子不公平。你看呀，从阵容上看，他们男队你看气势汹汹，方老师你看一个人哎。怎么会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请我的好帮手王青、于景兰。我们影派小生王青，原派花旦于景兰。方老师，你已经请了2位好帮手来，但是你瞧瞧这个人数上，我们还是吃亏。你这里3个人，侬可以了183呀。没关系，他们人多不算数的，我们还有呢。还有，邓华威、司仪林。2位一上场反串的天仙贝怎么样？棒不棒？好，很精彩哦。所以说我们女演员不仅仅会唱粤剧，她们都是多面手。现在我要介绍一下，站在于景兰旁边的是我们
吕派、副派花旦邓华威，在邓华威旁边呢是我们的范派小生司玉玲。方老师，我可不大懂啊，我发现呢，有见一段啊，那么介许多的小姑娘侪老漂亮的，大家经常看到啊，所以那不仅是男女长很啊，那女子越界也相当很啊。当然了，阿拉团里向不仅仅有的男女合演，还有的有这个班底，所以讲阿拉辣男女合演为特色的基础高头，女子越界走时尚。好了，听懂了。说到这儿啊，方老师，我觉得能不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男女组合呢？好啊。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，裘龙跟我们的徐来。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，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，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我的心是6月的晴，沥沥下着细雨。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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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次想你。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这粤剧院一团的男女演员都是一专多能，而且都是唱功非凡呐。对呀，我刚刚已经介绍过裘龙了，再介绍一下，也是原派花旦徐来。徐来，是杨峰师弟啊，这个实力越来越强了，而且我俩阿拉哪能比？阿拉哪能比你了？刚说的有点不对了，对吧？厉害的还有呢。还有谁？妹，我还有一个小小要求。那么干这个了？那能不能啊翡翠一下的？好，没问题。今朝我帮婷婷呢唱一段胡腔。佛地配听到位旁，地气配听我气上心，9年之前上班听配子听了讨不起，好想当年我是地配听。同州同衙门昨夜灯相对，在那金银家城，我唱的大叫金枝杨，因为你我不要让我个魂官，我不叫你我让，叫他金银忙门。那名叫定金香，先生地名叫金九银，上位送个夫妻是大小配，叫我女夫妻双双人，男儿今年18岁了，女儿今年18岁，同年同月同日生了红灯落地，知是生啊。樊丽玲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现在呢是我的搭档，他是副团长，大家也知道他是京派花旦。
啊，不仅现在是京派唱得好，你看沪剧唱得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可以说咱们一团的所有演员啊，都是坚守啊，为事业创造了今天这辉煌，相当不易啊。说到这里啊，我真的要再夸一夸我们团里面的几个男演员。哎，比方说我们的徐标新，他是从常州调到上海的。哎，那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坚守在舞台上，他不仅仅跑龙套、演配角，自己演主角。他的宗旨就是说，我的价值是展现在舞台上，只要有戏就是我的价值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感动。我想婷婷也有这个体会，对吧？我们标新哥哥只要跟戏有关的东西，他都喜欢，所以我们都称他为戏那个人，对吧？其实最主要的，我还是要感谢上海这块平台，感谢上海豫剧院多年来对我的培养。而且那要感谢我们欢乐星期二。对，因为一直得了一小品了。对啊。得了因为大家在舞台上面都看到的是小生花旦，我们团里面还有一个老生。那郭爱军。打个招呼。我们郭爱军啊，他是非常敦厚，非常勤俭，非常努力。他在读戏校的时候，他不仅自己要学戏，还要省吃俭用，帮助他的弟弟上大学。那时候是在院里面上班，他外面还要再打一份工。没错。为了要让家人过得更好一点，其实非常的不容易。舞台上的艺术非常的有魅力，生活中也是都是一个好男人、好男儿。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男演员的坚守，同时呢也感动于女演员们的执着。没错。那由于我们今天的选手啊，真的是实力超群，而且个个都可以说是身怀绝技。那为了保证比赛呢，我们先请各位队员到后台进行准备。我们的2位队长入座。好，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，欢迎来自华万控股集团的朋友们，天祥防辐射、上海夕阳红口腔集美装饰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！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热身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上海声音。对，阿拉个队里向啊，侪是实力唱将，肯定没问题。唱起来声音啊，绝对没问题，要保证质量啊。我估计啊，没噶容易。主持人，你能不能透露一下我们比拼什么呢？太聪明了。所以呢，希望2位队长在他们当中选出3位优秀的选手，然后呢，我们进行现场的比拼。可能我感觉当中好像应该下套的感觉啊，好像我挖坑似的。反正这个是没办法了，一定要请2位队长先行选择。那我就先请出邓华威、于景兰、徐来参加比赛。好，那么既然这样子，我请出郭爱勋、九龙、徐标新。今朝欢迎大家到我这里块这板块叫上海声音。上海声音向呢，只要放眼上海的声音，比如讲童谣啊，或者绕口令。那么我晓得呢，方老师啊，阿拉这个团里向呢，除脱上海人外头有的叫个全国各地的精英，侪蹲了这里块，对吧？江浙沪为主。阿拉团里向真正的上海人是蛮少啊。那么今朝机会蛮好啊，大家蹲了上海呢，我教一段上海的儿歌，来，请看大屏幕。来瞧瞧。侪看到了啊！侪看到了，搿段菜侪看到了对吧？但是呢，配合那个这个白相的儿歌咯啥，要有一个童趣。所以讲我先示范一遍好吧？好，来，看看咱俩示范。讲起来外个叫，从前有个老，今个年纪，除了先叫早上起来点钟报到，先叫吃子一碗包饭，一共用它100.00块。哎呦，等稳啊！我来自于粤剧的发源地嵊州。来浙江的，来听听我们秋龙这个上海话哪个讲么子？从前有个老，年纪活到早上点钟起来，乘着路电车跑到西郊买子碗包饭，一共有了。阿拉九龙平了，他女朋友下面空估计就这声音是吧？伊搿个当中就讲哐啷下脱了，应该在快攻对吧？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来，我们顾老师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上海金山。好，哪是本地人？江山啊，江山。哦，阿奴来了，阿奴来了啊！来。预备开始。从前有个老伯伯，年纪活到88，
早头8点钟起来，车子半路提出，跑到八仙桥，马子8位8包饭，一共用脱8块8角8分8厘。哎，是这样好吧？这样子，我懂了，侬可以，我晓得，侬讲了快眼，快眼，哎，快点，哎，快，来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从前有个老，年纪活到80，早上头点钟起来，乘子落地车，跑到80条马子一共用脱了快86。徐标新啊，可以的，随便唱啥戏，侪老自如啊。来搿头么子清唱出来。不是，但关键徐标新辣搿个打个辰光对不啦？我明显看到伊上肢身边和下肢身边分开来辣抖，侬晓得吧？哎，不错。下面看我们女选手的。来，侬啥地方人？江西。哦，江西朋友讲上海话应该对不来。从前有个老，年纪活到18，早上头8点钟起来，乘子8路地车跑到八仙桥，马子8碗8包饭，一共用脱快6分厘。你来自哪里？宁波奉化。哦，奉化。宁波小娘来哪？从前有个老，年纪活到18。对的。80啊，不对，早上头8点钟起来，乘子落地车，跑到仙桥，马子碗包饭，一共用脱快6分厘。哦，说得好哎，说得好。可以的。不错，很标准。可以。好，最后一位女学生。我来自粤剧故乡嵊州。好，浙江。我想用嵊州话来讲。好。从前有个老，天亮下去1钟，举过一人仙桥，买了碗煲汤，钞票用了快6分厘。加起来我跟阿六。哎呀，刚才这一轮真的是比拼的相当的激烈啊！不容易。不管怎么说，仅只是热身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要进入真正的比拼了。对，因为各位呢都是非常出色的演员啊，所以我们这一轮的比拼呢一改往常的即兴小品。今天我们做的是命题小品，而且必须是2个队啊，这个混搭的，咱们男女合演，大家知道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我参加那么多节目，我看出来那个《欢乐星期二》的主持人是最坏的。我帮了2家队了。老给嘉宾出难题。我们先从男队开始。从男队开始啊！请大家看一看大屏幕，来瞧一瞧。三六九碰着倪房东必须男演员来反串。反串，讲侬一个待遇好吧？哦哟，阿拉之间要客气啥么子了？等下阿拉要问伊拉家人啊，对吧？我叫王清。什么问题？加分呢？阿香，侬做啥啦？小明姐，妈要那个马都想到过去，侬快点帮我想办法呀！阿香，侬不要哭，侬再哭嘛，我也要哭了呀！侬哭啥了？侬是叫我不要哭，我自家哭啥了？我2朵眼泪是不能打出来的呀，他来的，这小姑娘哭什么哭啊？一定是这小子欺负你啦！他来的，我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个好人，我抓弄到警察局。我就不相信，到底是我找他还是他找我啊？什么事情？不是伊，杀了妈，有那个马都想到过去。来的，有搿种把事体啊！自家的娘呢，自家囡马到香港园去开箱户口。伊不是一个亲生娘，是倪房东。伊拿想买回来当养女啊！不行，这叫逼良为娼，我一定要抓到他，警察局去。我们弄这个老太婆肚都有吧？营养的有吧？肚都有有钞票啊！老张皮包了我身上下啊，都挺好了。他来，我把他一步打到警察局去，好不好？警察先生，这桩事体侬过
不够啊！哇，警察就是管这个事情，只要有堵的，我样样事体我才管。好不好？好，没事，你叫这个老太婆出来吧。阿霞。哦，就是她。记得，妈。不要怕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就是她。弄到西小区啊。哎，好。我就晓得侬来搿头，侬跑到楼上去，你回去，那侬滚走了侬。我个老太婆，侬伸手指头来着，不是说了我个觉得了啊？你什么人啊？对不起，我没看到侬。这种没得吃还赶入一个零，如果都看不见的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还算他的娘啊！你把自己女儿卖到香刀院，你看这边上我一看就看出来，你不是个好人啊！我去吧啊！我那个从小买了养到大啊，我花了多少个钞票啊？这个叫做投资回报。侬只不要告我老，这个叫逼良为娼，我抓侬到警察局去，你信不信？快点走！好嘞，大哥在自家人有闲话好讲嘛。啥叫高头自家人啊？不行，走！警察局去。好了，我心里有数呀。这老太婆通背手啊！好，侬那三老姐啊，有没有看到侬嘛？哪里的走吧？都是啊，原来是阿哥。阿哥，侬哪能会到此地来个？啊，那么就到搿头呀。侬是那个啊？侬来做啥？我来做啥？我告侬讲阿哥，我找一个死老太婆，搿死老太婆逼良为娼，我要捉到警察局。好。抓得好，那一抓到警察局，归个10年8年。我就在听阿哥的。问侬啊，这老太婆是啥人啦？这老太婆叫到侬面前，就是这个死老太婆。这瞎讲白讲，这是俺们老婆啊。阿哥不要干嘛了，那个老婆我看到过，面孔标致了不得了，身材好了不得了，走起路来嗲了不得了啊！哪有啊？另外一个，哦，我晓得就是这个胖胖，两只眼睛堵得了不得了啊！你就是另外有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我上次看到。好了，侬闲话介多个啦。来，我帮你介绍一个啊。来，叫。阿嫂，阿嫂，对不起了。对了，搿想的是我个囡，我是搿张天那个白白的。知道了，今日是阿哥阿嫂的事体，搿桩事体包了我身了。啊，好交情啊！好。阿香，快点帮我升了，阿香，兄弟啊，阿哥，桩事体侬拿我办得好啊！阿哥请侬吃老酒，一定的。哎，小皮匠。侬识相点啊！哎呀，阿哥，搿张皮包了我身啊，他奶奶的，我一看就看出来，你不是个好人。哎，这个算啥个世道哎？哇，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方老师，你看看，许队长这边是先声夺人啊。接下来要不要看看我们女队的题目啊？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放马过来。真的没问题。那各位来，请看大屏幕。宋凤官穿越到现代。哎，这个题目我们要看看女队的表现了。来。我有的坚强的后盾。我想听上阿拉团里向的多面手，阿拉老三演员周燕儿。那么周燕儿要跟谁一起来搭档演小品呢？我们就请樊婷婷，还有这一个陈亮。好。妈，哦哟，这做你这个啦，你有本事啊，你专家不看手下去了。我讲吧，侬有这今朝，侬前头哪能不会得想想清爽做的呢？我不是真的啦，妈过来点讲。哎呀，妈，侬去劝呀。我又不是8万请8阿姨咯，这家长里头侪调停得了的，我哪能调停得了呢？侬要讲俺妈声音来响了，好了，8阿姨已经老忙了，侬不要去麻烦伊了，对不对？侬去劝吧。我不去。怎么去劝？那骂我，是个有个性的老太太，我讲不去嘛，就是不去。跟我同侬讲，妈，假使侬不去的闲话的，我要去了。我不是到伊街头去了，我要去一个地方。干什么？少林寺。哎呦，你是妈，侬让伊去。哎呦，不来塞不来塞哦。是的，你只有侬一个儿子嘛。是。虽然嘛，2胎政策放开了，妈个过年纪，他干不上没办妥的呀。这倒是嘛，侬再生一个小人闲话嘛，这到底叫我爷叔呢，还是叫我阿哥了？我这里帮啥么子？侬去。哎，哪能办呢？
啥子侬家个讨啥个女子？妈去，我跟你讲侬听啊，我去土呀，那么邓太贤，我讲啥，侬一定要做到的。哦，侬讲啥，我来做啥的。当然。也许的，也许的，好，也许的。那我去，去，哎，妈的。哎呦，媳妇大娘啊，我个心肝宝贝呀！妈喂，我侬要听啊，侬晓得吧？侬个小子！哎呦，什么地帮我了这？叫啥媳妇？我啊给娘，心肝肉，哎呀，我肥肉。阿玲是我个手心肉，我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个手心手背不都是肉，老太婆傻飞的那两块肉，啊，亲爷呀，媳妇心宽宽起舞啊，也得媳妇来听。阿玲从前是得亏侬，个难为今朝才来等。哎呦，侬看伊个回到起，哎呀回到东，个心骨里都是红啊红，才肿起来嘞。媳妇侬三番发力，一是老板发主要去湖上走，懂了。这种就叫也是侬原谅媳妇就有好劲啦个，听从婆婆来接专家，夫妻和睦大家好。妈，我笑。哎呦，媳妇大娘，侬有叫来吧？妈，我晓得了啦，你等我多说话了。对对，哎，我也晓得的，妈晓得的，要听我的说的好呀。好吧。我这里干什么日记呀？我这哎呦啦！妈妈，亲。妈，我亲你呀，妈，亲你呀，临时活动了。亲人，哎呦，我来了！哎呀，我这结本末了，考了肿起来的。要紧了呀！我们医院去。医院去啊！老母，我走那个医院就你要去的，侬帮我撸一撸么好的。严死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现场观众队啊，为刚刚他们的表现打分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看，支持男队的请亮蓝色的牌子，支持女队的请亮红牌。准备好，3、2、1，请点赞。来，男队略胜一筹。哇，恭喜我们许队长。哎呀，可以啊，这一轮没关系，我们比赛还没结束呢。是。但刚刚这一轮呢，还是相当精彩的啊！但是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我也是啊。就是雅芬这位实力唱将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发挥嘛。我们方队刚刚因为男队略胜一筹，接下来我们女队肯定要比男队胜过2筹。好，方老师，我们晓得你特别能唱的，所以今天肯定要在现场给我们唱几段，好吗？唱是没问题了，但是我总归要有个对手吧。哦，我来了，对手来了。有。不知道这个啊。这是我们越剧院的女婿。我其实是想跟方老师多学习下。我反正呢，只要回去唱越剧的时候呢，屋里总归太平的。真是啊，我相信啊。那么可能讲，方老师啊，今朝呢，阿拉其他不要唱，侬欢喜唱戏，我欢喜唱歌，阿拉就来 PK 下，到底唱歌好还是唱戏好，好吧？一根大比拼。你看跟方团长 PK， 侬对上没错不得了。而且呢，方老师一段，阿拉老婆是2段。怪不得。那我们也兵分2路吧，这个。好，你们俩了，看你们俩了。好，爷爷。首先呢，请观众朋友把方老师的掌声，好吧？阿拉来牌子的人把阿拉潘建伟举只牌子，好吧？方老师啊，侬放心好了。平常辰光呢，阿拉晓得个，侬唱各种各样戏确实唱了交关，但是侬得有独角戏讲过伐？
独角戏我倒是真的没讲过了。哎，阿拉如果讲独角戏的时候呢，侬立的搿只位置呢叫上手。哦，我上手。我立的搿只位置呢下手。侬是下手，你是后头去的。不是后头比双簧嘞。你是逗哏的，我是捧哏的。啊，你是捧哏的，捧哏的嘛就是配角。那这个意思差不多的，我讲了有点难听了。我唱主角，侬唱配角，对吧？那我先让侬3分。让3分。方老师阿拉大家侪晓得的，方老师唱戏，但是今朝呢原派不要侬唱。如果我点乐节里向其他流派，方老师侬能够唱出来，阿拉掌声。好。蛮出克的吧？伊晓得我原派肯定是我强项，别个流派肯定不是我最拿手的。但是呢，阿拉老师讲过啊。一个演员不能只专一行，要是一个多面手。好，搿可以了。那么我点的第一只流派，就是阿拉老婆的派，我就像老师的副派，方老师侬来噻吧？蛮自信蛮重啊，戏弄人家高难度啊，让我唱唱。大家晓得的，阿拉傅老师是戏曲界的花腔女高音，所以讲她的唱腔是非常华丽通透。那么我唱一段副派的名段，我家有个小舅妹。好，侬也可以帮我一道唱，因为侬屋里向一直辣辣一直辣辣练个搿头对。我家有个小舅妹，聪明伶俐三金配，妙龙随风参水，琴棋书画件件会。掌声就上来了呀！你这还有眼了。哎呦，这傅老师花腔女高音的特色侪不能掌握了嘛。眼。而且个声音里向一点小娃儿侪辣辣抖，我唱得好，但是呢，光一只副派没用哎。还有嘞，我再要点一只，就是傅老师的搭档外派小生，外派侬来噻吧。我要唱外派之前，但我要把声音这个演法了，也要像外派一样的啦。跟外派唱哪里一段？我给大家唱一段非常熟悉的。那一日，钱囊桃上送李逵。好，像啊。李三家有小舅妹，长亭上面做的媒，与兄子特地登门求亲来。哎呦，好呀，外派唱得老好嘛。跟我再点一种，我估计侬不来噻了。啥么子不来噻？阿拉金彩凤老师的金派。哎呦，搿点侬就正好碰着了。哪能？阿拉彩凤老师教过我芈月传啊。那么唱金派最大的特点是啥呢？清丽。就是唱何里一段今朝？当然是阿拉彩凤老师教过我芈月传咯。小楼当把儿金鼓，关灯塔多做一把玻璃我。好。唱了一眼唱了一眼。金派仔，我现在还有一种要点切亚西老师的切派，切亚西老师。有了金，有了人，安心尽到过寡人，一旦永归得功名，那是在地就是婚。这采花轿到门前，高头大马骑郎君。哎呦，再了，没我讲。别个方老师，今朝看样子呢，越剧流派是难不到侬了。但是我还会得唱交关流派嘞。再不能唱下去了，再不能唱下去要开这个演唱会了，搿不来噻。最后搿能介，我再唱只流行歌曲，流行歌曲里向有一句高音，我唱这歌是韩红老师的代表作，叫《青藏高原》。最后有那侬认为是青藏高
女，晓得是最后只高音对不啦？最后只高音。阿拉乐节里向个交关高音老多啊，实就比唱歌的人还要高嘞。乐节里向还有只高音，何里一句？阿拉徐老师唱出来侪是高音。哦，徐牛来老师。唱哭灵的辰光，金玉良缘将我聘。高啊！哦，搿倒是蛮高，但是再高，侬还拿我清唱高原搿句高音唱上去，大家讲好吧？好，来了啊，来了，清唱高原最后一句呀啦嗦，那就是情。上去啊侬！我让侬上。不是我上不去，要侬上去。呀啦嗦，那就是情长高原。道具已经上台了，大家一看就明白。只是 copy 不走样，对对对，演员们呢都是很有演出经验的，形体表现能力都很强，对，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请我们的女生的队员来猜一猜，男队给他们出的题目，题目很简单，不是越剧中的剧名，就是唱词，所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好不好？发挥想象力。好，男队出题给女队，女队准备接招吧。好，我们的男队正在出题目，赶紧，3、2、1，来，走了，好，转过来，对了，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计时开始了，计时开始。好，不要讲话的啊，不要讲话，嘴型有了啊，快，一定要快。好，嘴型不要有，好，快，好，快，不要有，嘴型不要有啊。好，晓得了，来，不要有，嘴型不要有。关门。好，我们请来，樊婷婷猜猜你今天看到的动作，你认为是什么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好厉害哦！这道题我就不算难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男队可得好好开动脑筋喽。给镜头看一下，好，好了，收起来了 ，OK， 17次，好。好，来开始，好，好，关门，好，进去，好，关门，好，我们还是让婷婷来猜一下。孔雀东南飞。厉害。反正猜对罗真哦，哎呀！我觉得我们女生很聪明机灵哦。我有心理优势的女队会出怎样的题目呢？3、2、1。好，阿龙，好。何老师出口啊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超难的。几个字？好，关门。这是上厕所。徐队长这个脸啊，一脸的问号。好样子。咱们这，静静讲，有点意思。徐静有点意思。有点难啊，有点难啊。我估计唱词啊，跟啥个说话的干了？是吧？我没看到，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。是吧？我没看到，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。兴冲冲，逢迎把火送。我没看过你们的。他没看到。打平。这最后一题可直接关系到最终的胜负啊！镜头点好，你这个吧，好了，好，两样傻瓜头一样。
想一想，连我们主持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字儿。好，不要有啊，不要有声音。好，关门。好吧，蛮准的，蛮可以的。OK。哦，这个不行了，这个不行了。动作在你这儿损失了。好，你要精。铁杆子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OK。你嘴巴里。来。什么啊？那报上来肯定是7个字，7个字，7个字嘛，字幕嘛2个字嘛太少了。哎，后来好像跟这个搭嘎的，跟钞票也搭嘎的。是厂子啊？那伊要花零子，伊讲钞票搭嘎了，侬不好讲的，啥个钞票搭嘎？那个人家是半度啊有啦，哎，侬是阿拉兄弟呀？我不会，我现在恭敬了，倒计时了，3、2、1，明朝夜到我回去搓麻将。把刚才动作再做一遍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让你来猜，你会猜什么呢？傻笑。好。金色来，金色。来，你他基本上也是傻笑。动作在你这儿损失了很多。7个字哎。对不对？侬觉得啥么呢？侬讲。你钞票本啥人啊？你钞票。来，我们看第一位。第一位，来。钱塘道上送你归。钱塘，这个钱。我的天哪！小啥动作来了？哎，钱塘道上送你归。那你觉得这么演的话，肯定能猜出来的吗？应该能。你们粤剧演员都知道这个动作是。你这样，你再演，但你嘴上不要说。对呀，你嘴不能动的。来，嘴不能动。标心啊，有规定动作。你嘴上不要说，来你演。这是你们粤剧当中规定动作，是不是？就只要一做这个动作，就知道是这个。大致可以，送你归，大致可以有那么一点点。送你归。那么这一轮女队获胜。经过几轮的比赛之后呢，我们是女队有胜。男队也胜过了，所以是1比1啊。没错，我们为此今天难分伯仲，结局就是皆大欢喜。哎，不分伯仲啊，都厉害。不知不觉，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！让我们再次感谢上海粤剧1团的这些一直在舞台上辛勤耕耘、孜孜不倦的粤剧演员们。是的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提议呀，我们的2位队长是不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，也表达一下你们的心声，好不好？曲中依旧翻飞，汗水是头一杯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却知道你为了谁。为了谁？为了心中事业，为了橘色绽黄辉。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唱遍人间冷暖还有儿女泪。你是谁？为了谁？我的真情换作泪。你是谁？为了谁？我们认定了就不后悔。谁最美？谁最美？一颦一笑，一步一回，我们无怨无悔。唱得好不好？一起为了
个谁，唱出了今天到场所有演员的共同心声。祝愿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呢，在舞台上，在荧屏上，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。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，下周再见。